4月20日係世界地球日，馬英九總統會接見環保團體，討論台灣嘅環境議題。環保團體今日先公布今年的4大問題，同時講會從事台塑、中鋼、中油、台鈉一道企業碳排放量降44%嘅事實，要求企業會減少碳排放量。環保團體希望總統用國家元首嘅身份，會提出可實可行嘅執行計劃。召開氣候變遷國事會議。召開氣候變遷國事會議。由企業發現18年年初發通，再見到台北火車台灣太地球，代表大概日平均碳排放量1公噸，提倡民眾3年減碳。不過環保團體認為，工業1年的碳排放量只佔台灣54%。人的地球雖然提倡民眾3年減碳，不過聽眾認為政府制定減碳的政策對象都下來做。這次召開氣候變遷國事會就可以涵蓋這些問題，目前所有的環境爭議都能夠出來做一個協調。那我們也希望台灣要趕快做出一個全民的一個減碳的目標，趕快救像土瓦魯這些我們的這些島國的好朋友。環保團體為到世界地球日今日同馬總統見面，針對環境議題表達意見。將開節能源稅、減少高碳產業，還有開氣候變遷國事會議同處理中國3期環評撤銷案4大訴求。環保團體同時未公布台塑、中鋼、中油、台鈉4大企業2008年碳排放量超過11000萬噸，佔全台灣的44%，要求政府調整產業結構。所以我們要把這樣的理念呢，其實告訴全民，也希望全民呢能用這樣的機會告訴我們馬總統。所以我們有提出這一張明信片，就是希望說，我們全民大家除了自己力行節能減碳之外，我們也要把我們針對政府的一些不好的一個政策做一些反應，讓馬總統知道。環保團體未知告之前準備1萬份的明信片，發現今年熱線叫地球的發通，到今日交給總統同民眾的訴求傳達到中央去。香港新聞范權粉劉文輝台北報道。